有一间香火真浓的土地公庙，搁做一间环保的新的金炉。旧金炉卡出着大约350块旧砖啊，开放予民众来寄付，他协助重建这个新的金炉。因为这个旧炉内底砖啊，烧金纸烧10多年了，向前招财，所以警方一个开放寄付是秒杀，民众小济寄付，一下就抢了了。新的金炉总算是完工，工作人员无用定位。台南这间有130年历史的土地公庙，以招财出名，香火真旺。庙方重建环保金炉，原本的金炉是卡出大概350块旧砖啊，即卖也变成是民众小济要抢的幸运物。卖看这旧砖啊，色水扑扑。这是因为10多年来，原本的金炉经过真济金纸烧化，砖啊去互金纸甲火混过了后，才会变安尼。对新众来讲，旧砖啊都代表招财，所以庙方开放景观协助重建金炉的费用，真济信众拢来参与。对，因为毕竟数量也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一直供有的啊，求的我拢是求财嘛。对啊，拢求财啊，所以应该是拢会啊，对啊。因为金砖的意义是伫这个炉内第一卡环保金炉，靠这金砖，摕这金砖保庇平安。当然，民众想要有好财运，家己打拼也是必要的。招财神物当作是幸运物，加持的好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